想要来讲这确诊者隔离伫个厝，除了担心着家己的身体健康之外，上惊就是摕袂到居家隔离的证明。今仔日开始，补发着隔离通知书的功能正式来上线。行政院的统计，至少有50万人需要来补发。今仔日系统运作的第一天到早起的10点，都有7000多人来申请。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唐凤嘛伫个记者会教大家安怎透过健保快易通的 App， 也则是电脑版的系统来申请隔离通知书。亲身示范要安怎操作隔离通知书补发系统上线的头一天，行政院政委东方一日做讲解。除了手机的健保快易通系统会使申请，电脑版嘛会使用身份证、行动自然凭证，也是插入自然人凭证来申请。那按了下一步之后，我们会看到一个在最底下有个申请的按钮，就点这个按钮。只要5月7日起确诊，也未摕到电子隔离通知书，也是讲5月2日起确诊，也未伫3天内摕到通知书的人，拢会当申请。从5月1号开始，就是我们自主疫调填报系统上线开始。如果过了3天还没有取得、还没有签收这个电子隔离通知书的朋友，那都可以申请。估计上无有50万人会使透过系统补发，今日今日透早到10点，都有7000人伫使用。不管是年纪多少哈，我认为人人都必须要使用，才能够跟得上时代嘛。也过用手机的 APP 填申请单，有人烦恼讲同款有人未晓使用。我觉得很好啊，这样大家可以快点申请到啊。但是问题是，很怕有很多老年人呐不会用。就可能需要到这个区公所或卫生所这边，请这个行政人员来做一个协助啊。后续卖阁增加接触者居家隔离通知书的补发申请功能，减少基层医疗人员的负担，加解决民众的问题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